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世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有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。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。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。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期待。施主，时间到啊！请就大厅受戒。剃度散千烦恼丝，丝丝解烦恼。放下尘世俗事，遁入空门。归心向佛，南无阿弥陀。就忘了解，下发了就要受佛门的戒律，考虑上顺。老弟，你一定要等我。高婷，施主，我正要为这位女施主举行剃度仪式，请你离开。师父，我知我那做对神佛大不敬，不过我绝对袂让黄阿婷出去。我是不得已，请你原谅我。这位女施主，伊要受戒出家，是伊心甘情愿的。你，我知影。不过，请师父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跟阿婷好好讲一下，好无？阿婷，我拜托你莫出家，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听我讲我心内的话，至少你听我讲煞，你才来做决定，好无？阿婷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好无？这里。阿婷，
你袂安尼做客。我爱你。这摆你离开我了，我才发现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无你等在我的身躯边，我袂食袂困的。我啥物代志拢无倒做。阿玲，你对我讲最重要的。我讲的拢是我心内真心的话，请你相信我好无？阿叔公，我若是以前迄个家庭，听到你安尼讲，我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以前迄个家庭已经死啊，你走，我袂介意离开的。阿玲。这是负面亲情之地，请你莫安尼。阿玲，阿玲，敢讲你真正无愿意原谅我是？人甲人的感情本来就是靠缘分，咱的缘分已经尽啊，无啥物好讲的。袂当感动你到最后，甜蜜的旋律若失去节奏，弹出哀怨的歌调。你的心若生轻闹，就是有真多理由。那就是甲妈妈放的外款去天堂。妈妈也无想要我。老天，出家毋是倒撇的路，爱真正会当放下一切，甲感情、生活变做是大海，你才有资格来甲这。也毋过你有妈妈，有爱你免费，你敢真正会当甲过去的一切拢放袂记？妈妈这么辛苦，甲咱采用大海，你敢忍心互伊痛苦，互伊失望？也搁，你甲明辉这么纯的感情，明辉其实即马嘛已经知影讲，你对伊的重要性。敢讲，你都袂用原谅伊是无？坏查某囝，你现在要这么讲？为着一点点仔破绽，你就要放弃你的人生？是啦，你是歹大啦。啊，妈妈呢？妈妈永远一世人为你的痛苦伤心，安尼你敢忍心吗？妈。准时食，还阁有医生有特别交代，你别去收听，也别去睡去，请你天气较寒，
你早暗爱摕下一领衫哦。阿婷，妈妈这是老毛病啊。迄因为最近吼，我心情较超烦，代志较多，毛病毋才会发作。即摆你紧转来，妈妈的病真紧就会好啊啦。哥，以后你爱加照顾妈妈，毋通甲无用功事，事啊真重要。啊，毋过妈妈身体搁较重要。会啦，我会注意的。也毋过，即摆你转来，我就放心啊。妈，是的，我希望等你身体也较好，你会用心中我的决定。阿婷，你还是唔肯原谅我啥？我到底要安怎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我要安怎做，你才愿意相信我？阿婷啊，伫你无伫的这段时间，你也未食，也未困，也无心情通去工作，已经是年唔对啊！你原谅伊好？恁大家拢莫阁讲啊！我已经决定啊，恁口劝嘛无路用。阿婷，林辉，请你好好去找家己的幸福。感情的代志，本来就是无对我心中，所以你若毋要自责，过去就会过去。阿婷，我知影是我家己毋知影珍惜你，才有这款的结果。假使天公伯要怪，就怪我一个人好啊，因为这一切是我家己做得来的，一切是我家己造成的。我对不起恁大家，我实在对不起恁大家。莫阁讲啊！你先走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吐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我对不起恁大家，我实在对不起恁大家。莫阁讲啊！你先走。阿婷啊，明辉已经这么痛苦啊，你讲真是无要原谅伊哦？妈，咱先离开后讲。你甲看，你阿婷明明是咧爱明辉，啊明辉嘛是明明爱阿婷，你是变哪倒好啦？我办好了。俊杰，你有啥物办法？我到底要安怎做，伊才肯原谅我？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互伊回心转意？喂，俊杰，明辉啊，啊，自从你出去了吼，迄阿婷是偌伤心的了。伊就讲看你足痛苦的吼，爱家己心内嘛足艰苦的啦。啊，伊讲大家若无要出家吼，规气伊要去死死的啦。啥？有出来代志？哎呀，啊伊就拼出去啊！伊讲要去吊桥遐吼，跳水自杀啦。哦，我随过哦。俊杰，你安尼做敢有路用？我嘛唔知影，有人无人总是爱试嘛，死要当作活要医啦。文华，我先来吊桥啊，报一切，哦，才有你发落。俊杰，啊，你要去要回去啊？啥物要转去？要赶紧来救人啦！小门气候都袂赴啊啦。哥，俊杰讲要去救人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伊去吊桥边找明辉啦。听讲明辉情绪无啥稳定啦。无安尼好啊，咱嘛来看卖，我惊出代志啊。来。
你等我来，你一定要等我来。哥，你开较紧点好无？已经有够紧。你莫出代志才好。哎呦，阮我传阿婷来啊！水，电话咧，你唔知照这个时间来无？啊，若明仔载下来说怎啊倒？电话来啊！先叫，照叫有进前。当然，我刚才我是当陪，我若无这样陪，真啊无再来演落去啊！明辉，俊杰，明辉咧，明辉，明辉安怎？你真个跳落去啊啦，明辉啊！啊，真是明辉啊！受在了干我代志啊！俊杰，明辉应该真是跳落去。当然嘛，真是跳落去啊！当遐尼大颗板，我抓袂掉，伊掉咧就落去了啊！你是安怎来甲救的啦？我都甲救啊！那你你嘛无好啦，你死了足坚定的，你可以对不起你，啊不过，你个我是免出家，你可以后甲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活在这个世间，无什么意思。哎，他跳落去了啊！跳落去了。明辉，哪会叫你想袂开？我会遐尼坚持要剃头，是因为你伤害我伤侪间，我真是足伤心的。不过，那样你的精神，会救我一世，无一定，我都会努力答应你啊。你是安怎这么想袂开？你哪这么戆？你即摆讲这拢无路用啊啦，人已经死去啊！阿婷啊，你真是你想嘛来啊啦！阿婷啊，想嘛来啊！拢是我害，拢是我害。你的明辉拢死啊！哪有一个人你才有啥物意思？阿婷，阿婷，阿婷，阿婷！阿婷，你唔通人想袂开啊！阿婷，明辉，你唔是？是，我是真心爱你。你莫阁甲我讲这种话啊！我已经无想要阁听啊！我无想要叫做树的代替品啊！你不是另外来的代替品，你即摆伫我的生活内，是唯一最爱的人。阿婷，假使无你，我一个人活伫这世间上，嘛无任何意义。请你相信我，我袂阁甲你分开。我一世人，我要甲你永远做伙。我那足巧啦，真是哦，这顿也无我哦，
铁棒啊铁机，拢斗袂罢，我那只强啊！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恁两个经过遮尔济波折，即马总算会当成定局啊！以后两个都要互相扶持、互相包容，唔通像较早安尼卡袂着对要冤家哦。阿姆，你做你放心啦，以后我会让阿听，就算讲伊要甲我冤哦，我嘛袂甲伊冤啦。佮讲诶，以前我是我咧让你，后摆你莫欺负我就好。佮再讲，我让你遐尼济年啊，即摆换你让我心改。阿听，你安尼讲唔对哦。假使咱结婚了后，日子足久长的，拢是我让你，我唔着吃亏啊。不要紧，明辉，有一句话啊，吃亏就是占便宜啊。佮再讲，查甫本来等于查某啊。哎，那无若讲一对哦，哎，这几年啊吼，准接有着恁的代志安尼，吼，请阮甲头毛日了足济了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每人酒若无请哦，恁真咧赔咧酒啊。阿俊啊，这件代志吼，你功劳上大啦，迄每人绝对互你做的啦。水啦。明辉，那天，咱的哥哥伫遮先恭喜你。多谢你。明辉，你甲雅婷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不过我甲秋瑶，秋瑶，你到底伫倒位？你敢知我足思念你的？我倒想咧替小芬设想，再伫这时阵来提出离婚。你应该知你的所作所为，每一个人拢知影。我就是无希望小芬受到你影响，所以我要娶到小芬。你好，秋瑶，你来啊。你身体好真多啊吼，我好就这样。这段日子，我较早有你的照顾，你对我，就敢若家己的亲姊妹仔同款，我足感动的，我真感谢你。咱斗阵遮尔侪工，我阁唔知影要安怎称呼你。你叫我阿辉就好啊。哦，原来你是阿辉哦。你敢知影？你的声哦，听起来甲我小妹真亲像呢。我的妹妹，你还没来台北进前，讲话嘛亲像你安尼，遮尔温柔，遮尔好听。其实我嘛有一个姐姐，阮两个自细汉感情就真好，啊毋过现实的生活改变一切，阮去爱着同一个查甫人。那会遮尔拄好，甲我甲秋美同款。我唔知影，阮后生对我的姐姐嘛有感情。结婚了后，阮三个人的关系就一直甜袂清。到有一天，我的后生伊甲我讲，其实伊最爱的人，也是我的姐姐，而且要求要甲我离婚。迄就是你后生唔对啊！哪会当甲你结婚了后，佮讲伊爱的是别人，要要求离婚呢？其实这嘛袂用完全怪我后生，因为我为着要甲伊结婚，我有用一点仔手段。总讲一句，我本来听准，我若是会当嫁予我最爱的人，那呢我就用要成为这个世界上上幸福的查某人。啊，毋过我
甲伊结婚了后，阮的婚姻并无幸福，阮定定冤家，想袂到，我遐尼侪年所追求的婚姻，到尾啊，只是一个梦，一场空。我无法度面对我的后生，嘛无法度面对我的姐姐，我真是足后悔。我希望大家会当原谅我。你的做牛，敢有淡薄亲像？我的妹妹，伊嘛对我做足侪，互我真伤心、真艰苦的代志，因为伊。骨落解，我差会选落倒体，身体是无性命啊。也毋过，遐个代志，即马拢过去啊。你敢真是认为拢已经过去啊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斗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你敢真是认为拢已经过去啊？秋瑶，我是一个真恶毒的查某人。我对我的姐姐，甲我的后婿所做的代志，真正袂当原谅。假使你若是我的姐姐，你敢会当原谅我？讲什么原谅无原谅？姊妹仔感情是真歹挂断的。对我来讲，若是我爱过的人，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分伊。假使我若是你的姐姐，你若是会当真心悔改，甲我认着，我当然嘛会原谅你。就亲像我的妹妹，伫我的心肝内，我早就原谅伊啊。过去，伊捌伤我真深，真深。也毋过，我若是想着过去遐个甜蜜、温馨的回忆，我甲伊两个人的温暖，就变甲无重要啊。人啊，伫个世间短短几十年尔，阁有真侪重要的代志爱做啊。假使讲，啥物代志拢用婚来解决，那安尼袂当互家己更较快乐啊。真多谢你甲我讲这个，因为有你这个话，我心肝内就较好过啊。阮姐姐自细汉嘛真爱护我，我相信伊即马嘛一定甲你同款，已经原谅我这个可恶的妹妹啊。你莫艰苦啦，你转去找你的翁婿，找你的姐姐，将你心肝内的疼、心肝内的觉，拢甲因讲。你安尼一直逃避，迄毋是办法。你敢真是认为我应该转去找伊？我甲你讲，你拢已经结婚啊，你应该转去，甲你的翁婿好好甲伊讲，无一定爱离婚啊。人甲人的缘分哦是真宝贵的，恁有缘做翁仔某，就要好好珍惜，毋通因为一丝仔误会，就讲要离婚。那阁有去找恁姐姐，将你心肝内开腔拢甲伊讲，我相信伊会谅解你的。秋瑶，你莫伤心啦，你身体拄仔好，安尼哭对身体无好，莫哭啊，倒咧休困，莫哭啊，休困一下吼，我倒水互你啉。大少。
真是足伟大的。你的慈悲，你的爱心，真是互我这个做小妹感觉真见笑。你愈安尼体谅，安尼包容，我愈感觉我对不起你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互恁一家伙仔团圆。我对你做遐尼侪歹代志，最后就互我为你做一件好代志。莲花啊，阿玲啊，伊丢，恁两个总算要结婚啦，恭喜恁啦！多谢。这样，这。看到恁两个人哦，友情人终成眷属，阿姨替恁足欢喜的。毋忙遮尔侪年，总算是毋忙过即天。明辉啊，阿婷为着你哦是食真侪苦哦，你着要好好对待伊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一定会啦。恁大家拢听到啊，伊讲伊会好好对待我。假使讲伊也改，若是讲话无算话，你来替我教死用。啊，明辉啊，我这个苦强的小妹总算嫁出去啊。结婚以后，恐惊你的日子会真歹过哦。哥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哥哥是实话实讲啦，哦。小林、小芬，阿姐、阿哥要结婚啊！恁两个做花童有欢喜无？哇，就爱你！现在是照你的批哦。哦，多谢你。哇，什么人叫来？看你，敢若是手臂。爸爸，是不是妈妈下来吗？爸爸，你赶快来底写啥物？文华，你好，离开厝来以后，真想你，嘛真想小芬。我为报纸知影海狗甲黄昆山的消息啊，嘛知影小芬已经转去你的身躯边啊。请你替我这个无尽着责任的妈妈，好好照顾小芬。这边写批互你，主要是想要约你拜六下晡3点，伫个咱大概去的迄个咖啡厅见面，请你一定爱来。文华，我知影过去我做真侪唔对的代志。啊，毋过这边，请你无论如何袂用怀疑我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我有代志想要真心甲你讲，请你一定爱来。你处理到底是要创啥的？归去，咱报警好啊。啊，秋美啊，伊即摆连家己的厝嘛我都转来，若是身败名裂，连家己查某囝。嘛，我都转来看伊，已经得到伊应该得到报应，咱莫报警啦。文华，你敢会去甲秋美见面？照这条批，听起来这口气敢真诚恳的，我看你甲伊见一面好啊。我来啊！去哦，来，小姐，来，秋阳，今日我要出院啊，这段日子多谢你的照顾哦。你要出院啊？我的病好甲差不多啊，嘛应该来转啊。啊，你物件款好啊未？敢需要我甲你斗相共？免啦，我拢已经款好啊，就伫个卡房内底啦。啊。我来的时阵哦，啥物拢无找，想袂到要走的时阵，有病院，还佫有你送我的衫，甲随身的用品，真是真多谢你。莫客气啦，大家拢厝外人，互相照顾是应该啊。
秋瑶，我决定要接受你的建议，等你甲我厝内人见面。啊，不过我就惊因袂原谅我。阿辉，你要有信心嘛！你着甲你的家人向因诚心讲明一切，甲因认得，拢是一家人。我相信因会为难你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是唔敢回去呢。我是伫咧想，若是会用的，你敢会用陪我做伙回去，求我厝内人原谅？我陪你回去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伊是我，伊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我是伫咧想，若是会用的，你敢会用陪我做伙回去，求我厝内人原谅？我陪你回去。有你伫我的身躯边哦，我会较有胆啦。而且你真够可靠啦，互人真有信任感。有你替我讲话，我相信我厝内人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好啦，假使讲哦，你也需要人陪，那我陪你回去，非得这嘛是一件好代志，会当互你得到你的家人的谅解，我嘛感觉足欢喜的。秋瑶，多谢你哦。秋瑶，来，这有椅啊，你小坐一下。秋瑶，你坐喺这等，我去接我的翁过来。好。秋瑶。阮翁伊较避暑，较袂晓讲话。等一个伊若来，你也较主动的，替我求情，请伊原谅我。你放心啦，你想要讲的话，我拢了解，我会替你转达。多谢你，秋瑶，你去啦。秋瑶，我的姐姐，这是我最后会当为你做的代志。祝福你甲文华永远幸福快乐。你来啊？是的啊，我慢来啊。你离家出走以后，我是去找你，探听你的消息。不过我找无你，后来海国强掠去，对警方遐得到消息，讲你嘛去人掠去。后来逃走，是安怎袂回来厝的？回去厝的，看要哪有迄个面回去厝的。佮再讲，迄个厝敢也阁是我的厝。但叶川已经回来啊，伊已经知影我毋是伊的亲生查某囝，伊无可能互我回去谈家。伊听讲。看到你妈妈以前照顾过金秀阿姨，也阁甲秋瑶请养大汉，伊愿意无要甲你计较，以爱化解一切。伊真是愿意原谅我。跟我回来去，小芬就想你的。小伯伊即马好无？伊敢有思念我这个妈妈？伊每一天拢在找妈妈。每一天拢在问我，妈妈当时才回来。我对不起小芬，妈妈对不起你。过去代志拢过去啊，
你带我来等。经过遐尼侪代志了，你也是愿意互我回去，我已经心满意足啊。毋过我袂回去啊。那呢？你今仔找我什么代志？我捌伤害过真侪人，真侪我上亲、上爱的人，所以我有惊你，这拢是我的报应，我无话通讲。我感觉足后悔，足亏欠的。是安怎当初我会袂死，做出遐尼侪袂当原谅的代志。我知影我所犯的错，永远拢无法度弥补。毋过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是拢已经忏悔啊。这什么？等我走了后，你随看这张批，你就会知影。我毋是一个好的家后，毋是一个好的妈妈。以后小便都拜托你啊！我走了后，你一定会好好照顾伊，给伊受好的教育。教伊坚强，大汉了后爱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唔通亲像我即摆安尼。秋美，你要去倒位？天地遐尼大，一定有我会当去的所在。我做遐尼侪歹代志，已经无法度回头，我真是无法度面对恁大家。秋美，假使你若真心悔改，我愿意原谅你。我相信你回去以后，大家嘛拢会原谅你、接受你。无可能，就算讲你愿意原谅我，我嘛无可能原谅我家己的。秋美，莫阁讲啊！会记哩，我走了后，你还是看这张批。文华。真是真多谢你，我知影你愿意原谅我、接受我已经真欢喜啊！多谢你。文华，这边邀你见面，主要是想要带秋玉甲你团圆。原本恁就应该是幸福适合的一对，是我的私心甲嫉妒甲恁拆散，嘛造成秋玉甲小玲的不幸。本来我是无迄个勇气阁见秋玉的，谁知影？命运所安排，我伫病院拄着伊，已经亲的伊真用心照顾我。毋过伊毋知影，原来这个假名叫做阿辉的查某人，就是以前迄个要伤害伊、陷害伊，也会甲伊家己的查某囝分开的良毒的小妹。伊的宽宏大量，互我的内心感觉足亏欠。只好用瑞士银行口座的密码，甲离婚协议书来结束你我这段错误的婚姻。也阁有，秋玉伊即马就伫咧家边厅边仔迄个小公园仔，你紧去找伊，
手美。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甲阮我看卖？免什么世间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有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，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。你好，你是阿辉的生死线。我叫手表，歹势啦，我目睭看无。我是阿辉的朋友，阮伫病院熟识的。伊甲我讲真侪伊厝内底的代志，伊真后悔，伊想要请求恁的原谅，也毋过伊惊讲伊见着你，伊会讲袂出嘴，因才拜托我来替伊讲。你毋讲话。你是毋是无肯原谅阿辉？阿辉的先生，你听我讲啊，因两个做翁仔某做遮尔侪年啊，阁有家己的囡仔，毋管安怎，恁得爱珍惜这翁仔某的缘分啊。就算讲为着囡仔，互相忍耐一个，嘛是应该的，对无？我知影啦，我是外人。嘛无啥物资格当讲啥物，我是感觉阿辉真可怜，伊嘛是真心悔改，所以若是有可能，我敢会当拜托你原谅伊，重新接受伊，好无？手表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了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